收看基本嘅歡喜女呢個節目講到客家莊啊，大家非常係到土然啊、苗栗啊，見面啦，大家去小解嘅地方係北部哦。呢隻地方大家講到呢，就非常哦，要好嘅差做得練，要好嘅東西做得食，要好嘅風景做得看。見面啦，大家去小解係到改變嘅意見點，你去到改變要好東西做得食，要好差做得練，要好嘅故事做得談。大家咧分享你見解裏邊係馬沙咯，都有意思哦，佢係啲做緊差土嘅重排人。分享嘅主人周景，大家好，我係周景，今日當歡喜來到呢個節目哈。呢北部有好山好水哈，歡迎大家來北部食好茶，看紅煙天哈。大家好，你真是係北部嘅台灣人咧，係啊，從細讀北部台，係啊，從細讀北部台，係，大家咧分享呢個南藝嘅裏邊嗬，佢係馬沙咧，佢係周景嘅媽媽范文英分享。大家好，我係周景嘅媽媽嗬，歡迎大家來北部食板條，了就起餅，了就碰風茶好啉，歡迎大家來了哦。所以唔單講周景係台灣人，其實媽媽又係北部嘅台灣人。對，媽媽老周景，你都讀北部大結局咧，你9歲是大9年嘅咧，媽媽讀北部結局咧。我從細未大北部。哦，而且基本也看到周景，我非常的意外，是周景嘅。去了，他會講到非常好。係。啊，周景是講，你冇乜計啊，我哋全部講下，通過自己啊講下係安樣嘢麼？太底係啦。太底係。所以講下係因為老媽媽講下，老媽媽學嘅。阿公阿婆嚟啊。係。所以阿公阿婆講下，然後爸爸媽媽講下，然後到太底度改片太底做用，他會嚟教徒。太底係。太底係安樣嘢我，不過基本嘅你要強到周景嚟到呢一片咧，其實咧大家。紹介好嘅東西，講好嘅故事。不過一開始，我先去紹介係佢嘅名。周景了隻名都有意思誒。哦，係啊。好，做啲簡單講一下麼？因為起了隻名嘅原因吼，係因為我自家當好勞動系，勞嘅文化認清啊，了對吼。了隻勞嘅文化認清，我是用緊了隻詞來代表，為緊做咧代表進度。或者動靜了啲東西哈，誒攞嘅東西，然後了啲東西係愛從做了啲東西嘅世界界哈，因為愛理念，所以做冇辦法崩潰，愛係了愛佐料，所以愛會請了啲事，如果按到佐精那樣嘢，是做愛像小名人那樣嘢啦。你自家係工作室啊，你自家嘅作品啊，係用了隻名，誒周景插土重排人，了隻工作。其實蠻重要的方面，好講到咧，鄉親朋友是會講，係乜嘅作品咧？其實你現場有看到、當到根本嘅周景帶來嘅東西，好感覺，而且前時間眉頭要出來，好英文嘅眉頭要出來啊！感覺要當要學問嘅感覺，要冇？講到呢一片大家先看到嘅，係差不多，係種徽州嘅差不多，呢一部係咩作品？係，然後看到嘅徽嘅部分，然後要到配件全部係我自家做嘅，都係你親手做嘅，你自家設計嘅，然後自家做出來嘅。你做啲簡單嘅小嘅從我先講，挑戰嘅生產杯，嗰杯可能凍醬，咁講下手機嘅用杯嘅個食盤咧，都有意思嘅。哦，你杯咧係按你講按落杯托，你杯托係用通一口嘅。一啲通係煎，然後燃，然後慢慢吹，慢慢點，然後佢點到你係見啊樣嘢。咁講你按用靈感的來源呢？一般我講你講，你話係拜師傅嘛，對不對？聽師傅學嘛，係冇事係講係，你講做啲係學教嘛，係學技術。你啊係用英學來嘅，因為你可能都硬後生用嘛，冇從一般你來受緊嘅東西，先感覺到係哇。係老師傅，有冇見看到隻後生英帶到安樣嘅作品？因為講誒從細就當好通俗啊，唔係通俗打音啊，通俗做東西啊，所以我會看過一擺嘅東西，可能聽一擺看到，我就會問該做嘅師傅，睇點樣辦做。第3擺或是第4擺，我睇啲就會練好，睇到第5擺、第6擺，睇啲做到該空橋也好，我就啲樣辦做，然後慢慢咁練下去。當然天賦係做點樣講喎，媽媽，你知道咧？
也做得啦，係啊。講起一架看看，咱妹妹是會做出來。係啊，輕巧啊，我都看過，因為你講過其實會做出來哈。所以你按樣靈感的來源係咩？嗱，類似東島嘅勞動戲，我談講。因為東島誒，因為勞動戲佢有隻你如果看勞動戲，就會看到按球，按去到按自然哈，因為佢嘅有啲嘅線條，然後樹木嘅時節，佢發動到現象嘅地圖，所以樹木些樹都動靜、動lan所以你以命嘅時節，冇是看嘅時節。嘅完整性，你看來動舒服。但是有真些安樣因吼，頭擺你有看到東島嘅勞動戲吼，大家會知道，就是一種沒有乜個特別嘅感覺，因為改良性伊都改變大嘛，比如你無下個假期嘛，個東西都係勞動戲。不過聽你下個時代，東島東西佢可能係量產過後，唔係人工做，唔係親手老師傅做，可能係工廠做。頭擺個樹標嘅係真的動好嘅，你講動好嘅樹啊，有冇買ヒノキ嘅啊，冇媽媽係上出。啊，咁個底下就是好，唔係按好嘅材料，咁個底下十個群挑白嘅東西時間每套完全冇強咯，咁佢遲到嘅工動手，好有冇哇？有冇挑白嘅技術係動好嘅技術，嚇，從喺看到幾個故事，然後資料又看到一動有意思嘅，你靈感嘅來源有得係撈一個洋樓，哦係，有啲東西為拿到建築地圖嘅東西，像你對啊，你有印象有啲睇過巴洛克風時期嘅時節，佢都作為盾啊擋背，有啲會用白菜用嘛個水擋背，因為可能去上以為加白菜，撐住那個梁啊咁樣嘅，然後靈感來源是台地係一個柱子上來，它上面是白菜的那個地方，很有意思，都有意思，就旁邊加入係從某啲感覺看來從係強龍是一隻系列嘅感覺，所以加入係一隻洗叉夫，洗叉夫，然後我係特色係嗬，我係會做後台啲啲啦，因為你跑嘅好多係挑筋叉，你像你北部係蓬風叉為主，所以有啲你叉面係倒落去嘅時節好好落，出來時節蠻好出，就是你嘅。開口嘅好開，因為一般你講嘅叉夫係到開口嘅時間機會好食，你講兩邊開口是好台，好，這也是你自己的特別貼片研究出來嘅創意嘛。因為你好放片，而且唐公你做到按多嘅作品，你下看你感覺係動漲掉，不過按用嘅歌唱聽做動有，一定要動辛苦嘅地方，不過媽媽也動鼓勵佢學按用嘅賦予嘅作品做麼？你動好佢來隻作品麼？佢嘅叉夫啊，是講佢地背啲就話，當喜歡講興佢用講嘅上釉，一般會有地背佢是係陶土啊，冇上釉。你都特別注意是長期上釉，長期上釉，你都泡啲蓬風茶嘅時節就話其實每套好每走睇，好每本來着成為。係按樣音咯。你補充說明下嘛？因為你蓬風茶基算係好強向性嘅，佢冇像有啲羅茶機好重，味道好重，好淺下來，所以像你啲好強向性嘅茶嗬，你地圖因為奶機有毛細孔，有毛細孔吧，你強向性嘅茶葉落去，佢有啲香味，提加是會本佢嘅奶接落去咧，所以你上一層又是等於有一層玻璃紙保護，一層玻璃紙其實不管乜個茶台佢落去，佢嘅香是好完整性啊，沒有辦法講100%，可是佢嘅完整性還是保存得比較好。所以其實做啲人講，因為北部你家有講到蓬風茶都有名，所以你做按樣解賦予也係。拄好讓你北部嘅蓬風茶做得結拍，因為師兄你講啊，佢當都有毛細孔嘛，你講你是老鷹茶，當然梅頭冇強龍嘛，你下做得綠茶，對不對？你講老茶係冇蓬風茶，但總係茶嘅味是冇強，佢種嘅你講瓷器佢種嘅灰嗱冇強，所以從你基本你帶來嘅作品係特別做得嚟練蓬風茶嘅東西，然後做得撈蓬風茶加款。錯冇嗬，所以自家要種茶。要媽媽係種茶做茶。做啲講係做茶嘅勾引我就打人，做啲樣講麼？做底下強注是唔喺學習當中啦，唔敢講乜嘅太打人啊，因為喺呢個研究，因為做茶佢當到空橋啊，真正嘅茶師傅係茶。佢上啲嘅插入啊，上啲嘅人嘅獨家啊，其實係正經嘅師傅。佢嗰邊啊上到好啊，佢係本意面上嘅小綠葉產類些，其實
结天体70%嘞，安尼是才占30%啊，安尼啊哈，要做好是占30%，所以安尼喊大家学习啦，因为佢空调当中冇办法讲是白时晓得，我是你做1年2年是晓得，因为佢很有关系到天气的问题啊，落水啊嘛，讲你作为炒菜，佢水梅好冲，系啊。所以做菜吼，最好佢係看天時盤啊。那天時當好，佢做出嚟嘅菜一定好香。唐媽媽用講是第幾係種茶達人啊，就是因為達人長為安用講嘅嘛，吼，就是達人長都在講出安用改東西，就是其實冇唔錯啊。其實你講做農事然後有冇耕田，然後做菜然後其實係看天時盤嘛，因為剛才有講到70%。除了天時，其實切差本身是係你家師傅。對，係，佢係講要當好嘅結果，你30%去雜菜嘅，其實咪要好嘅結果吼。哦，鄉親朋友，其實你基本以前從唔單場要好嘅作品吼，要好嘅茶，還要好嘅點心吼，大家先聊下，等下就轉來。今日其實當歡喜就得繞牆度走進嘅媽媽吼，來到兩邊，然後睇到啲小解哦。其實剛下公告嘅時間大嘴菇是當歡喜有冇？為什麼呢？因為媽媽是用公告嘅時間吼，家家是讓人哋來泡茶哦。其實泡茶就係一隻學問哦，從冇吼學問動態呢。你講一種日本嘅茶頭要動到學問，其實你到兩邊來泡茶要動到幾個學問到地度。從冇媽媽，係冇錯。誒，你泡茶嘅時間吼，防風茶佢最主要嘅水溫就係調高。然後睇啲你得嘅泡嘅時間，水溫淡到85度到90度。然後你泡嘅時間泡落去之後涼吼，差唔多30秒到40秒，你都是出湯咧。所以落去聽出來嘛哈，30秒到40秒哈。做埋節目一開始嘅時間，先問媽媽按難嘅問題咧，因為家下公告泡嘅時間，媽媽是凍凝進來泡，一泡嘅時候媽媽是講，人水分唔辣，唔辣少，人是專業嘅表現嘛嗬，變落去幾多秒，性感度就得算，錯嘛嗬。當然你老鄉親朋友分享係一個公式，好，當然還是看個人的喜好嘛，食東西就是這樣嘛，好，有當然講凍香，有當然講調油，錯嘛嗬。嘿，講到按到，因為媽媽泡好表到面頭前咧嗬，所以家家先嚟練好場，你就過來就個講其他神奇嘅事情嗬，係冇個差為讓睇媽媽為。唔關係哦，係嘛？練手茶錯冇？係兩杯咧是係媽媽公告時間嘅時間泡嚇，兩練茶之前先做埋，係咩先皮一下？係先皮一下，先吸一口氣。而且媽媽講你先呼氣，然後吸氣，這樣皮到都幾解香味，對不對？所以鄉親朋友吼，你練茶係大家都知嘛，嗬，先皮下嗬，來。講實在話，我哋按摩練茶嘅人吼，所以我哋皮到嘅香味，我就得講，它就是幾好，幾個香味就是清香的，好簡單，它不是嗰種你講凍牛奶講凍濃郁的那種味道，錯冇嗬。然後皮起落嘅時間，媽媽講，你有皮到嘅蜜嘅味頭冇，對不對？其實是一點點。就是這樣的味道，對，那是什麼樣的味道？該係人呢份該沖個熬過之後就話佢自然的味道啊，自然發酵的味道。自然發酵的味道，了解媽媽講為什麼70%會看見黏本係結果嘛，錯冇？所以你係做得練嚟，錯冇？做得你是做練太太係唔怕，太太係唔怕，練太太係唔怕。我喺啟動喺練茶之前，應該係先去查一下，因為我做啲講茶嘅形容詞嗬，就是我講好普通的去凍筍，就你練下嘅時間，因為感覺很舒服，對，就是凍筍嘅感覺，錯冇？所以其實練茶係要看你嘅習慣，有啲人好練，有啲好清香嘅，有啲人好奶味，所以對走進來講，這就是要冇強嘅分享。有啲人會講。好清楚嘅來說明解法嗬，你講為是蓬風茶咧，後倆嘅人睇啲係溫嘅牙齒，就是講溫管咧對嗬，睇啲嘅壺管咧嗬，是你比喻是炒沖嘅茶，該都是睇啲壺管好多啊，就以
普洱茶、罗茶俩都有，该是算五罐，然后捧凤茶，然后么子呛茶俩都有算温罐，所以个比重是好冇穷的。好好，妈妈你好，你嘛个茶。我好啉捧凤茶。捧凤茶係冇，所以你係滿煙。最近好你買茶。嘛，捧鳳茶嗆香型。哦，咁難怪你感應動下，係冇，所以基本你到了現場是被講講哇，就是文人雅士的感覺是安樣樣吼。其實你單想係飲茶，你現場還有，你講飲茶，上次你講大嘴鼓飲茶，什麼有東西做得棒啊，吼，所以基本你媽媽特別帶來嘅係，你講。綠頭泡、綠頭糕安樣嘅，咁講喺佢嗰時時到佢寫落落去賣嘅，尤其是冇強，你係媽媽自家親手做嘅，從頭到尾都係自家做嘅，做得係講自家係重做嘅，出來嘅甜點。係，因為做緊希望講，按照個小館賣東西做，唔得是自家希望賣落嚟，佢好冇情感嘛。哦，佢你自家做嘅東西，其實佢好冇加配嘅東西啦，是好自然那樣，係好自然，係還冇咁甜，冇咁甜，係冇咁重柔哦。因為我有貼片問媽媽，媽媽這個實在也做得是什麼，所以它是一個全素的。什麼吼？所以實在也做得做。不過一般來講吼，我講食材袂啦，你頭碰我自家係凍好，我感應凍好。不過我上次嘅意見係因為我小經熱量凍過，調油，所以你對咧要特別來調過嘛。油不用好少，你油不用都好少，係嘛？因為上次你頭碰一地不用到個雞蛋糕，你比個雞是凍到1000油，所以你感覺你碰鳳茶係凍熟下嘅，凍度好。應該是排泄咯，都係習慣。我應該嚟測驗，從冇。哦，不一樣。唔會冬天。我覺得不是這樣子。我覺得佢，那就佢綠頭嘅梅頭非常嘅清楚。一般來講，你是綠頭旁，就覺得佢凍好些。因為台灣人會用粉解掉去，你係用綠頭煙。對，我覺得，你一般你來講，你食東西解生是未食到，譬如你是糊嘅，哦，啲唔到是地解糊哦，到地度。不過你是綠頭旁嘅，實際是係像你綠頭沙咁樣嘅感覺。不過我是媽媽做嘅綠頭旁感覺，啲唔到都像你綠頭嘅感覺。大家看一下媽媽嘅表情，你看，你都幫人家說，嘿，所以就是伊其實第幾家做誒，所以你喺度你個定度做的是多冇？上次我做茶前冇限嗬，佢賣睇咧，上次會唔難賣啊。前冇限是冇做啦，有人他叫貼片人來講佢技術來，我是會先做好，不用係登記來咁樣啊。哦，所以你啱咪講你嘅運氣嗬，我咪講你去到改變上嘅事，按用精粹塑料嘅綠頭棚是做得是得到，喺佢講上次會打電話都聽嗬，你是係。一般來講，去到改片做得另好嘅捧鳳茶，然後做得是到好食嘅點心。不過捧鳳茶嘅價錢係咩好高啊？最貴嘅，今年48萬。今年哦，今年嘅佢做呢個大票面，大票面嘅，48萬。請問嗰種係差唔容易啉，唔盤得啉。你頭先是嗰種誒，差唔多3萬元啊。你係講喺家下點解貴嗎？哎呦，梗係定下公共嘅時間應該充唔掉下啦，唔是呢個按貴計差。其實咧係一種嘅興趣，好，你講飲茶係一種嘅感覺。咁講前期48萬，那係因為佢前期動容性，佢係有時候上是物以稀為貴嘛，吼，因為佢好少。咁講茶總得不用當叫嘛，咪總得不用當叫，所以吼還係做得啉。咁講那是一種榮耀，又係一種嘅價值。咁講今年是近48萬，實在是。有點去年買係啊，去年買係啊，好，你價錢真是對我來講係凍過嘅價錢。好，媽媽有啉過按過嘅茶嗎？有聽先生出門，聽老師出門時就哇，聽先生出門。跟你哋去到有感覺特別冇咁濃咯。佢味香好重啊。就是基本染了，對，染了咬下到，你染啲咧，滾水沖下去，其實貴健皮哦，解味味咧，係啊。我想吼，有好嘅茶好啉，有好嘅副業作品度兩片，有好嘅點心，最重要有提防。好，唐公你都去清查提防，
有當古老嘅歷史咧，係冇800年嘅地方。你改建冇有，所以咧，而家有130年嘅啦。130年，你係30年咯，係130年。因為福州來講，其實講差唔多120年啦。按算怕差唔多會130嘅啦。有冇以前都按樣嘅建風咯？因為解嘛係講實在係染粉啦。因為解從細其實嘛都有改建風啦。因為改建風其實好特殊，其實佢嘅風它係風牙，它係透過嗰種風牙。喺玻璃面啊。碰人看到地圖啊，地圖佢還有閣樓，透過啊有隔樓啊樣嘅，其實佢哋染本啊樣嘅咧，像你看一下，貼片帶來本大家來分享下。像啊樣嘅，你係透過嘅門面，因為當然佢哋落喺度點門，落咗以後佢就用地圖又要出門，係啊，當奇怪，因為透過喺度點天下。你啊點天下大啲冇用咧，大家要封起來做自家幅圖嘅一部分。你講騎樓，點天下，你下大家落點天下，攞嚟做得鐵門，點天下是變自家嘅地方。所以你落嚟地圖要一張門睇門面，我要2張睇出門嘅閣樓當背。點解知道？喲，很奇怪，地圖要出門，然後落去計算，係因為你透過點天下最冇背門面咧。然後還有地圖門面，還有一張當樓嘅東西，你看，透過人繳稅、打稅，還有免用統一發票嘅，透過嘛有免稅，還有水牌啊、雅致牌啊，咧都會，全部含6年，啲解2個當半，所以咧就當進駐看到，其實按你改建風其實還蠻老嘅。其實也做埋你講到東西有進香，你其實做得看到改良是改建築改將。好改良是建築嘅冇強容嘅地方，因為你講實在話，頭擺大樣嘅老木，唔過天然氣台嘅改變，你用下位講當到繁木，是開始起動到嘅繁木本大家有大嘛，所以大家會遲到行到嘅老輩看來看去，冇到上強容。唔過，所以而家從因風貌來做嘅而家。靜靜放放，時時放放係冇事衝嘅，你講按樣嘅喎，佢顛到好適宜，頭擺就啲看到嗰種老建築嘅美學度地圖，好也難怪嗬，做經會按中意頭擺嘅老建築嗬。佢鄉親朋友唔單止係老建築，等下還有老故事做啲分享嗬，大家先聊下，等下就轉來。搶到嘅後生人做精，然後做精嘅媽媽咧到兩片吼，咧燒嘅碰碰茶，燒嘅點心，燒嘅北部嘅好山好水。不過講過嚟，實際上冇人記良沙講，良沙強下做啲講係合作，因為一般來講後生人從入嚟講，我嘅大學同學，我嘅好朋友，做啲攏更是跟媽媽合作，阿妹合作，好，那阿妹合作咪有壓力嗎？以前嘛有啊，因為講嘢有講嘢意見嘛，可是佢哋。係嚟講開人做得啦。不過相信伊老你強容大家譬如朋友咧合作嘅時節，當然嘛，伊做一隻事業，當然咪要力量冇強容交通嘛。唔係老媽媽顛到好簡單，反正佢係阿妹啊，我講佢有冇聲音咪最會賴皮咪，批批咪，阿妹啊是不管他為冇唔講。肯定會有壓力啦，我當我噶，阿妹當我，你老來會上操麼？會呐，會哦。我會講唔實實頭先叫我燒一隻豬上，我送書，佢講今日要送書啊，我生人誰會做，又會做茶，講今日要做灰啊，我講我因他天發應大，我冇辦法去開店做咧茶，做乜亂走，你冇顧好茶是顧壞嘅，因為茶搶當貴啊，你該係有機耕作嘛，茶搶當貴重，按一下做壞嘅，你是心肝是會唔判得啦。所以聽佢講，今日實實咯，想辦法交一張五朋友咯，投隻新球來，挺做人做得咯，係啊，我是永遠是少一隻助手啊。你啱講喺有可能做經驗面排死，係冇？因為呢度節目啲路講，家家投新球啊，家家親隻五朋友，剛嗰時還冇投新球，還冇親五朋友。怕哈，有喜歡佢嘅人是來對佢。你哋係到節目啲度徵婚嘅感覺。媽媽講唔怕要，媽媽講。唔怕要時翻嚟時來對佢，講笑啦，是嚟講，因為一般來講，你看到合作嘅人都係後生人強下從人，嗰啲係阿妹佬來，其實這是很有意思，因為我覺得可以互相補足
係啊，因為拄好媽媽要做餐，要做灰嘛，灰到叉係搬唔開。對。因為泡茶一定要有器具嘛。然後這些器具拄好是用灰油來做那樣嘢。而且媽媽有片動容性，因為媽媽剛才有講到，你都講嘅係自然農法。係。咁因為其實自然農法對台灣來講，其實講到動業咧，也做動業。不過對台地動嘅農民，然後種茶種果子嘅，然後其實對一段時間慢慢改。因為自古以來，你大家都好慣性農法嘛，農肉動蟲嘛，所以你要種起來咪當辛苦誒。當辛苦啊，因為產量就不一樣。今年呢，有一邊茶哦，其實本芒春香啦、紅蜘蛛，本來10斤嘅哈，漲到12兩。啊，差很多，頭先是咧，該是係咧，是漲到12兩。所以媽媽一直在暗示我，我你咪食了12兩誒，哈，因為萬人嘅。不過媽媽很可愛，講過，說誒，加點幾倍哈。其實你其實是看天食盤，你也是技術甜，係因為有經驗係講用自然農法，更看天吃飯。你走的是瘦稠甜嘛，因為稠袂特別多嘛，做唔到用濃肉嘛。係，佢拍草、放草，尤其茶樹挑下嘅草，佢做咩用刀片去拍，因為佢要拍到茶條是會死嘅，所以你拍茶條下嘅草要用樹蠟，用棒嘅，用人工。哦，嗰件事是很人工嘅，唔係機器嘅。你看到媽媽很辛苦。其實應該做灰未當辛苦，講笑啦。不過媽媽你咪一家嘢，你有人工去摘茶。係。人工田摘，你唔拿工這個貼工田做，咱大部分的茶哈做茶係愛這個做，因為愛先生喺度個上班，佢上班會請愛到香港人的身份，喺度理下很算創業期啊。創業期，不過講起來媽媽咪算嘅係客家地都個女強人，對不對？然後你現在是另外一個創業的過程，對不對？狗場哈，真的很不簡單呢。不過講到咧，你有親自去老媽媽田摘茶果麼？摘幾多是落跑咧？就冇人按到啊，就日頭按來，日頭當台是喺佢樹下摘嘅可能，摘咗佢度唔掉，叫佢走咧。媽媽係小子吼，喺佢樹下改變摘茶，好冇日頭。佢都唔是成日頭會曬風睇咧。你看，係啊，真是係，唔啲摘茶應該辛苦。我講你要聽佢誒割草麼？要夾拍過幾多啲啊？係啊。每次拍過幾多天吼？你講嘅輕的係啦，頂的啊，斜坡輕的，會調穩走。誒，感覺這個借口一多吼，而家要調嘢，而家要乜嘅態度，係個你都可以。該不是人說阿公人嘅摘茶，佢啷講唔會頂的，唔會頂啊，我行慣慣，將佢行慣慣，兩公婆，台灣160人歲，佢當誒你摘茶，佢講唔會頂啊。真好食。咁佢哋是表示嘛，佢哋功能冇強容，技術冇強容，吼，佢做灰介紹啊，媽媽係種茶介紹。咁我講到呢一片，其實你少講很多東西，有一隻東西特別來講，你現場有看到冷泡茶，你嘅天賦送介紹下。係。吼，你做啲簡單來紹介一下嘛。因為冷泡茶吼，佢用冷滾水，唔係用少少嘅滾水落去，所以佢有等於。佢上嘅是，佢講水唔睇就係乜嘅，講兒茶素少水沖為調度，或者咖啡因調度，佢會用冷泡嘅方式。冷泡茶嘛會好甜，係，然後你比如講沖泡茶，你用少水泡，然後冷水泡會漲，該甜味會漲，係，所以從蠻多嘅女性朋友佢好學冷泡茶，因為佢學得蠻好暢講。而且冷泡茶對熱天很適合，相信你自己出去行聊聊時間，你帶個冷泡茶到身邊，而且也解渴，對，然後那種感覺跟喝白黑，你不喜歡喝白開水，唔好令滾水感，因冷泡茶那去淋下就覺得哇，又很香，然後又很天然，動天然嘅感覺，可以止渴。對，好，不過是不是你有設計嘛？改復古小攤車椅，有一台茶兒啦，有啲就講透過利亞卡咁樣啦，誒，因為應該是時昂茶係透過媽媽有買過咖啡，然後摸條。媽媽你有買過咖啡？有按西行啊，好流行哦。所以我覺得茶摸條睇，誒，有咧，我就攞計從透過
卖插貨嘅，去商場賣插貨嘅插貨店，哎樣樣子每家屬相個落去，然後地圖是不用變通，哎樣子你蓋路買當泡菜樣。哈哈，很有天分，當要吹清吼，聊到來啊。佢現在跟買隔壁嘅茶冇買，聽喺偏就有人嚟買，佢講冇買。叫販売容易多，真是啊！但是平嘅是冇買睇啦，真件事容易。佢講係冇錯啊，佢有遠見，都要吹清啊，你講該查安定一下。所以你兩下，佢就得用看到該推復古車，然後買你該浪跑車。熱天嘅時間，熱天嘅時間，哇，都有意思吼。咁你看你節目嘅鄉親朋友，真是有限嘅時間，所以去北部。你兩片來看一下哦，不過最好係做啲大家填法，佢要六條泡沫啦。係啊，最好啊。其實未來呢，係咪有想有乜嘅想法？係咪有什麼類似像啲青年巷弄？哦，係，你啊北部轉嚟後生人講實在會當少，而家地方嘅發展吼，是係靠後生人，因為老一輩嘅一定會老嘛，所以後生人係當希望。有能力嘞，冇是想誒，比如講啲都市大病，知道還蠻辛苦嘞。你再轉路向下，想看有乜個辦法，就會做到做到事業，自己生活過得，然後有個溜到家鄉嗰樣嘢。所以你我有捉到朋友，朋友嘛有到想法。是讓他講講，他想要弄一個青年市集咁嘅方式，是這樣。雖然北部有路街的冇咁錯，比如北部路街，你就會搬開來，你有叫青年市集開發，你有縣城的就已經有客源了嘛，所以我們就把透過好傳統的產品，你改良過變好現代啲啦，後生人好有辦法接受嗰樣嘢。因為做啲本大家講北部呢個地方是變得很好活絡的，對不對？哈，更加的有機，大家強下做啲一起共享大家地方，然後整個氛圍啊，感覺冇強弱哈。鄉親朋友，你今日非常嘅歡喜做啲繞牆道走緊，然後走緊嘅阿妹嚟到聽片，然後大家嚟分享哈，按到嘅東西啊。當然，記得香港，記得就喺重日嘅街團啦，哈。不過，你當然希望講，哪怕日做日好，因為日做日好，你是要很好多嘅東西，就得讓大家嚟分享好嘅東西，每好嘅東西伴大家哈。所以非常嘅感謝走緊，然後非常感謝走緊阿妹哈。好，鄉親朋友誒，今日看睇啱樣嘅節目，你係咪感覺心情當好咧？咁個聽下來咧做論壇了。